2026出入境新規大變天，9月15正式落地，普通人去香港會唔會俾人截？真實影響，旅遊變局，中介洗牌一次講清，全網都喺度傳。9月15號出入境新規落地之後，赴港會全面收緊，普通人出行會受限，但真實數據同政策細節，其實完全推翻咗大家一直以來嘅固有認知。點解明明新規就快實施，2026年赴港人流、消費市場、跨境金融反而逆勢上升？呢場全民熱議嘅政策調整，到底邊啲人會受限制，邊啲人完全唔受影響，又有邊啲人嘅命運會被徹底改變？今日呢條片，我會撇開晒自媒體嗰啲焦慮式謠言同碎片化解讀，直接拎官方19條新規原文，加埋2026年香港最新權威數據，同大家一次過徹底拆清楚。我會講明新規真正限制邊類人，香港旅遊市場嘅結構性真相，旅客人次同實際消費之間嘅巨大落差，高價值商務人群嘅關鍵作用，仲有出入境中介行業即將迎來嘅大洗牌。最後再話俾大家知，普通人、商旅人士同業內從業者之後真正嘅出路喺邊？全程乾貨，唔講廢話，睇完一次過告別認知誤區。首先，我直接同大家拆穿全網最大一個誤區。今次2026年9月15號落地嘅出入境新規，絕對唔係針對普通市民嘅出境限制，更加唔會全面封死大家去香港旅遊、探親同正常商務出行嘅通道。好多人俾網上嗰啲碎片化消息誤導，以為新規落地之後，普通人去香港會俾人嚴查、截停，出行門檻會大幅提高。但只要你認真睇完國務院最新公布嘅第841號令，再睇埋司法部、公安部、國家移民局3大部門嘅官方權威解讀，就會發現真相其實完全相反。呢份出入境管理新規喺2026年6月29日經國務院第90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，9月15號正式施行。全文一共19條，核心目的得3個。第一，防範國民喺境外出行嘅安全風險，包括全球各地戰亂、治安動、自然災害、傳染病等突發情況，保障國人出境安全。第二，整治外國人入境造假、呃證亂象。第三，規範混亂多年嘅出入境中介行業，由頭到尾冇任何一條係針對正常合規出行嘅內地居民。咁到底邊啲人會俾新規限制出境？我用最白話嘅方式同大家分清楚，大家可以自己對照，避免中伏。根據新規第4條嘅明確界定，第一類受限人群就係曾經因為呃取出入境證件、非法出入境而被處以行政拘留嘅人。呢類人士喺處罰執行完之後，6個月至3年之內會被移民管理機構限制出境，實際時長就按違法情節輕重判定。第二類受限人群就係喺境外從事違法犯罪活動、損害國家主權同利益嘅人，經駐外機構核實，再有省級政府確認之後，呢類人士返國後6個月至3年之內，同樣會被禁止出境。第三類受限人群就係違反國家出口管制、技術進出口管理規定，而且有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、技術安全嘅相關人士，會由主管部門直接限制出境。除此之外，所有正常去香港自由行、探親訪友、合區商務出差、合法旅遊消費嘅普通市民，全部都唔喺限制範圍之內。網上流傳嗰啲9月15之後所有人赴港受限、香港通關全面收緊，全部都係失實傳言。對絕大部分普通人嚟講，你本身點樣去香港，新規落地之後照樣點去，唔會多任何額外阻礙。搞清楚新規適用邊啲人之後，我哋再睇最核心嘅問題。既然普通人唔受影響，咁今次政策變化對香港經濟、旅遊、樓市同消費到底有冇衝擊，又會唔會影響香港整體走勢？要答呢個問題，我哋首先一定要睇明一個最底層嘅事實：香港旅遊業嘅命脈好大程度掌握喺內地旅客手上，冇內地人流就冇而家香港旅遊業嘅復甦。香港旅遊發展局公布嘅2026年上半年官方數據已經好說明問題。今年上半年，香港累計訪港旅客達到2671.25萬人次，比去年同期升13%。其中，內地訪港旅客突破2056萬人次，同比升幅高達16%。
非內地旅客就只有616萬人次，升幅得5%。簡單計一計，大家就明。內地旅客香港所有訪港旅客嘅比例高達77%，即係話每10個嚟香港嘅旅客就有接近8個係內地居民。我再同大家拆細啲月度數據，睇清楚真實增長趨勢。2026年前2個月，香港訪港旅客總量995萬人次，同比升18%，其中內地旅客790萬人次，升幅高達22%。4月份訪港旅客422萬人次，同比升10%，其中內地旅客310萬人次，同比同樣升10%。5月善月訪港旅客446萬人次，同比升9%，內地旅客348.6萬人次，同比升12%。所有細份數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：2026年新規落地之前，內地居民去香港嘅意欲一直都好高，人流規模持續上升，完全冇疲弱跡象。照目前增速，今年全年內地訪港人次突破4000萬，機會相當大，甚至有望超越2015年嘅歷史高位。好多人睇到呢度會話，人流咁大，只要新規稍為收緊少少，香港經濟咪會大跌。但呢個邏輯其實就係第二個超級大行，亦係90%人最容易搞錯嘅認知誤區。我可以好明確咁講，旅客人次絕對唔等於經濟影響力。人流少咗唔代表經濟一定同步跌，人流多咗亦唔代表消費一定同步回暖。2026年最新數據已經非常直接咁證明咗呢個殘酷現實。根據萬事達卡經濟研究所嘅季度監測數據，2026年4月份，香港訪港旅客人次已經恢復到2018年疫情前基準水平嘅84%，接近全面復甦。但相對應嘅入境旅遊總消費額只係恢復到疫情前嘅69%。大家感受下呢個落差，人返嚟咗80幾，但錢只返嚟唔夠70%，中間差10幾個百分點，就係香港旅遊消費結構已經徹底改變嘅最好證明。以前大家去香港核心目的好多時得一個，就係瘋狂買嘢。2018年旅客總消費入面70.5%都花喺購物、餐飲、體驗同文化消費比非常低，但去到2026年第一季，旅客購物消費比直接腰斬，跌到44%。而家嘅內地旅客早就唔再係無腦代購、瘋狂掃貨嗰個年代，大家更加願意將錢花喺美食體驗、景點打卡、文化活動同本地休閒。呢種消費模式轉變，直接改變咗香港嘅經濟收益結構。更加關鍵嘅係，唔同人群嘅消費價值真係差天共地。非內地旅客今年嘅購物消費比已經去到31.4%，高端消費、大額消費嘅比例遠高過一般內地觀光客，即係話同樣少一個旅客，少一個低頻購物嘅普通觀光客，同少一個高消費嘅國際旅客或者商務旅客，對香港經濟嘅衝擊根本唔係同一個量級。香港零售協會亦公開承認，2026年7月香港市面整體仍然偏弱，旅客消費力亦比較弱，大家更加鍾意體驗式消費，傳統零售增長乏力。雖然業界預計下半年市場整體會保持平穩，但因為去年9月份基數開始升高，今年下半年零售業嘅升幅會繼續收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建立一個新認知，判斷新規對香港有幾大影響，絕對唔可以淨係睇少咗幾多人，最重要係睇少咗邊一類人。普通觀光客有少少波動，影響其實非常有限，真正可以撼動香港經濟嘅係高淨值人士、商務人群同會展跨境從業者嘅流動變化。呢個亦帶出第三個核心重點，香港經濟真正嘅壓艙石同真正脆弱嘅命脈，從來都唔係普通旅客，而係高價值嘅跨境商務同會展人群。呢班人就算人數唔多，帶嚟嘅經濟價值同產業價值都遠遠高過百萬普通旅客。2026年上半年，香港會展旅遊市場數據相當亮眼，全港累計舉辦超過100場大型國際會展活動，單係1月至5月過夜會展訪港旅客數量同比升12%。無論係大型獅子會國際年會，定係重磅嘅 Libis 科技旗艦展，都吸引大量全球業界精英參與。而且 Libis 已經落實未來3年獨家喺香港舉辦，
足以證明香港作為國際會展樞紐嘅競爭力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會展旅客同普通旅客本質上有咩分別？普通旅客嚟香港，主要就係食、住、行、玩，消費額有限，附加值亦比較低。但會展同商務旅客每一次赴港，背後對應嘅可能係跨境會議、專業服務對接、產業合作、跨境投融資同企業商務洽談。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曾經公布過一組數據，各類國際盛事同會展活動已經為香港帶來58億港元直接消費，更帶動香港零售業銷售額連續14個月上升。今年下半年，香港仲會舉辦超過100項國際盛事，預計吸引超過185萬深會旅客，帶來59億港元新增消費。而呢啲仲只係直接消費，真正睇唔到嘅隱性價值其實更加大。呢班商務人士、行業精英、機構投資者往返香港所帶嚟嘅金融交易、法律服務、會計諮詢、產業落地同跨境合作，先至係支撐香港高端服務業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嘅核心根基。所以新規真正嘅風險點根本唔係普通市民嚟唔到香港，而係會唔會限制到呢啲高頻往返、高價值嘅跨境商務人群。只要呢班人流動暢通，香港高端經濟同核心競爭力就唔會受損。相反，就算普通旅客再多，如果高端商務人流出現斷層，香港嘅產業價值一樣會持續下滑。不過大家亦唔使過度焦慮，目前內地已經推出多項配套政策，全力保障高端人才同商務人群跨境流動便利。由2025年11月5號開始，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持續擴容，由最初嘅北京、上海、大灣區擴展到長三角、京津冀全域以及全國所有自由貿易試驗區。只要係自貿試驗區嘅合規人才，就可以申請有效期1年至5年嘅多次往返港澳簽注，每次最長可以逗留30日。唔單止係咁，長春等多個城市已經推出港澳商務簽注承諾制，企業只需要提供營業執照、5萬元以上納稅證明、商務合約、社保憑證同派遣函5項核心材料，就可以快速備案申請，大幅降低正規企業商務往來嘅門檻。一鬆一嚴嘅政策配搭邏輯其實已經非常清楚。新規嚴打嘅係違法違規、虛假出入境同非法跨境活動，全力保障嘅就係正常旅遊、合法探親、高端人才同商務跨境活動，精準守住香港高價值經濟命脈。講完對人流同經濟嘅影響，今次新規受衝擊最大、最直接，甚至可以話最慘烈嘅，其實係一個好多人忽略咗嘅行業——出入境中介服務業。9月15號之後，呢個行業會迎來一次徹底大洗牌，大量灰色從業者會直接被淘汰。今次新規專門新增條款，全面規範出入境中介服務機構同從業人員。好多人唔知道，2018年內地取消咗恩施出入境中介機構嘅准入許可，門檻放開之後，市面上中介機構數量急升。跟住就出現大量亂象，好多冇資質嘅機構、個人中介、海外離岸公司私下招攬客戶，偽造材料、造假代辦，唔單止呃消費者，亦衍生大量非法出入境同跨境違規問題。而2026年新規就直接結束咗呢個野蠻生長嘅年代。新規明確要求所有出入境中介機構同從業人員必須喺成立15日內完成官方備案，已經存在嘅存量機構就有91日過渡期，必須補辦完成備案手續。最關鍵一條規定係，所有冇備案嘅機構、境外海外公司嚴禁喺內地開展招攬、諮詢、簽約等任何中介業務，同時亦嚴禁任何中介協助客戶製作虛假履歷、偽造工作證明、編造業務材料，用嚟辦理簽證同居留許可。而家嘅追責機制已經形成閉環，一旦查實材料造假，客戶會直接被拒簽、限制出入境。提供服務嘅中介機構同從業人員亦會同步被追責。唔單止內地監管會嚴查，香港入境處亦同步加強審核，對每一份人才簽證、續簽申請從嚴活驗，隨時做實地巡查。一旦發現造假違規，會即刻取消簽證資格，嚴重嘅甚至直接遣返。呢個就代表過去靠造假、灰色操作、冇資質代辦揾錢嘅一大批中介，
之後基本上冇生存空間，行業合規成本大升，操作空間全面收窄，審核流程更加精細，辦理週期亦會持續拉長。未來中介服務費上升幾乎會成為必然趨勢。未來嘅出入境中介行業只會剩低合規經營、資質齊全、正規運作嘅頭部機構，細作坊、個人中介同灰色渠道都會逐步被清走。呢場行業結構性洗牌基本上係不可逆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追問一個關鍵問題：人流監管收緊，會唔會同步影響資金流？會唔會令南向資金縮筍，甚至令香港金融市場受壓？呢個亦係全網爭議最大嘅問題之一。我直接同大家講清楚底層邏輯，人流同資金流本身就係兩套完全獨立嘅運行系統，絕對唔可以混為一談。人員流動監管收緊，唔代表資金流動都會受限。2026年嘅金融數據已經清楚證明呢一點。就喺出入境新規落地前夕，內地同香港金融合作迎來一次重大升級。2026年7月，央行、香港金管局同香港證監會聯合推出11項深化金融合作新措施，直接將債券通南向通年度投資淨額度由5000億元提高到8000億元，增幅高達60%。唔單止額度擴容，新措施仲首次將南向通債券納入回購支持範圍。產品覆蓋港幣債券同人民幣債券兩大類。業界普遍認為，今次金融升級打通咗跨境資金流動嘅核心瓶頸，形成額度擴容、產品拓展同機制完善嘅全方位制度紅利。從市場邏輯睇，而家內地整體利率偏低，大量機構同個人投資者都需要相對穩健嘅定息理財產品。香港離岸債券市場啱啱就提供咗一個優質投資渠道。南向通全面擴容，一方面滿足內地資金全球化配置需要，另一方面亦引導資金合規，有序跨境流動，減低經非正規渠道外流嘅風險。呢個先係最核心嘅真相。現代金融市場嘅資金流動靠嘅係機構戶口、互聯互通機制同電子化交易，根本唔需要本人親身跨境到場。就算一個人被限制出境，只要資金本身合規，依然可以透過正規渠道做跨境配置同投資交易。當然，我哋亦唔可以完全否定兩者有關聯。瑞銀曾經提出風險提示，如果新規過度影響跨境人流，長遠可能會對 MSCI 香港指數造成間接壓力，但呢個只係潛在長期風險，唔係必然結果。至少按目前政策方向同數據睇，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同資金流動自由度都遠高過人流通行嘅監管力度，暫時唔需要過度擔心資金面。最後，我幫大家總結兩個最簡單、最準確嘅觀察指標，等大家可以實時睇清新規對香港嘅真實影響，唔使再俾網上傳言帶住走。第一個指標就係整體訪港人流總量。目前2026年上半年，內地訪港人流持續雙位數增長，完全冇下跌跡象。只要9月15日之後，整體人流保持平穩，冇出現斷崖式下跌，就代表新規對普通出行基本冇影響，市場基本面仍然穩固。第二個指標亦係最核心一個，就係人流結構有冇變。相比究竟嚟咗幾多人之後，我哋更加要睇到底係邊一類人唔嚟。如果少嘅只係低頻消費、純觀光嘅普通旅客，對香港經濟幾乎冇實質性傷害。但如果高頻往返嘅商務人士、會展從業者、高淨值人群同跨境專業人才明顯流失，呢個先至係香港真正需要警惕嘅危機。綜合而家所有數據同政策，我幫大家做一個最後全局預判。首先，對普通市民嚟講，完全唔使焦慮，正常去香港旅遊、探親、購物、食嘢飲嘢都唔受影響，日常出行基本照舊。第二，對香港旅遊同零售市場嚟講，唔會出現崩盤式下跌，但傳統零售復甦嘅天花板已經開始出現，體驗式消費、高端服務消費會成為未來主要增長動力，市場結構轉型亦會繼續加快。第三，對跨境商務同高端產業嚟講，整體風險仍然可控，配套嘅人才簽注同商務備案政策已經守住香港核心競爭力，高價值跨境活動有望繼續穩定運作。最後，對出入境中介行業嚟講，野蠻生長嘅年代正式完結，合規化、正規化、高端化係之後唯一出路。
行業洗牌已經正式開始，網上所有焦慮、恐慌同末日論，本質上都係對政策片面解讀，捉住局部規則，再放大整體焦慮嘅流量套路。2026年出入境新規核心係打擊違法、規範亂象、保障合法權益，唔係收緊普通人正常出行自由，更加唔係打壓香港跨境發展。真正決定香港未來嘅，從來都唔係普通旅客人次有幾多波動，而係香港可唔可以持續吸引全球高端人才、商務資源、跨境資本同國際會展落地，仲可唔可以守得住內地同全球對接嘅高價值跨境樞紐地位。睇完呢條片，相信你已經徹底搞清楚2026年出入境新規嘅底層邏輯、真實影響同未來趨勢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麻煩俾個讚、收藏同轉發，等更多人唔再俾謠言誤導，真正睇清楚件事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。你覺得新規落地之後，香港消費市場會繼續回暖，定係會持續受壓？訂閱我，下期再同大家拆解更多跨境政策、財富趨勢同城市發展背後嘅底層邏輯。